接落来看云林县有3间立馆处理动物尸体的化祭场，最近因为争吵，议会要求讲爱加强辅导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虽然有进行辅导也毋过检测结果嘛是拢无合格，会过来加强监控。嘛讲若需超标3届，得要求因停工。甲破败死去的猪仔放伫咧饲猪场外口，等待厂商收走处理。云林县无论是饲猪的数量，或者是家禽的数量，拢是全国前几名。逐工嘛有不少死亡的家禽病死猪需要处理，毋过因为最近县内化祭厂接传出臭味的问题，互住伫附近的民众是真生气。你发觉就感觉咯，你汤就感觉咯，那咩味啊？讲小死猪的味，反白的，那要吐安尼尔。有好味的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县内目前有3间立馆的化祭厂，定闻到臭味的所在，大部分拢是伫化祭厂的风尾。即马政府就工厂做2个门，减少臭味排放的状况。另外嘛有厂房原底厝顶窗仔门拢破去，经过修理，臭味的问题有改善。毋过检测结果也是超标，即马打算加强监控。我们希望说，在现阶段，我们会以科技执法的部分，会在现有的化制厂架设所谓的科学的一个侦测仪器，也会针对3家化制厂进行加强稽查的动作哈。那只要3次违规的话，那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法令来进行勒令停工。环保局表示，进前县内有1间化制厂因为火灾停工，去年县府为了彻底解决几年来臭味的问题。政府就工厂重建做负压密闭厂房，经过设备处理，对减少臭味真有效果。未来嘛会针对另外2间辅导改善，希望互住伫附近的民众莫有困扰。记者王维雄，云林报道。